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集將會帶大家去馬來西亞檳城。檳城國際機場嘅環境其實好細，喺入境層一出去，左邊係巴士站。如果大家係搭 Grab， 可以繼續向前行，過馬路去對面嘅大樓等車。Grab 嘅 App 入邊都有指示教大家點樣去機場嘅上車位置。我哋喺酒店 check in 完，第一站帶大家去 Gold Lotus 食下午茶。由 First Avenue 商場出發，過馬路之後喺71嘅路口向前行，去到第3個路口轉左，會見到2個寫住數字嘅招牌。丹尼素食坊隔離就係 Gold Lotus。呢間係蛋奶素店，主要係食福建同埋馬來西亞嘅菜式，例如福建麵、炒粿條同埋沙爹。我哋叫咗個細嘅素蠔仔煎，佢用菇代替蠔仔，再加蛋同埋粉漿一齊煎，質感比較黏身。清炒番薯葉有水浸住啲番薯葉、紅蘿蔔、冬菇片同埋粟米仔。我哋仲叫咗3杯飲品，分別係紫薯藍莓飲、黑糖羅漢果同埋白豆蔻汁。白豆蔻汁係檳城嘅特色飲品，味道甘甘地，又好似柚子嘅清香味。喺 First Avenue 行咗陣，我哋夜晚去咗品興食飯，一樣都係喺71嘅路口向前行，見到娟娟素食之後轉左就會到。品興係一間純素餐廳，有提供無麩質嘅菜式，裝修有南洋嘅風格。主打馬來西亞菜式，例如椰油飯、爪哇麵同埋阿森辣沙。人當猴頭菇椰油飯中間係紅米飯同埋薄餅，隔離深啡色嘅醬味道有啲鹹，底下係天貝同埋猴頭菇。薄餅質感比較腍身，我加埋啲醬一齊食。清湯迷你鍋可以揀配飯或者烏冬，入邊有西蘭花、猴頭菇、粟米仔同埋白色嘅菇。猴頭菇沙爹串燒就算唔點沙爹醬已經好夠味。雜錦菜嘅份量好少，食材同清湯迷你鍋嘅差唔多。食完晚飯，我哋去咗附近嘅粵式素食檔口買宵夜返酒店食。就算拎到返酒店，發包都仍然好脆口，入邊放咗煎香咗嘅素肉、青瓜、煎蛋同埋芫茜，底下嘅醬帶有少少辣味。炸熱狗包嘅表面好似炸豬扒嘅外皮，食落好香脆，入邊嘅口感似油炸鬼，中間包住素腸，整體嘅口感好特別。第二日嘅朝早，我哋搭檳城嘅免費巴士去吉靈萬山市場。嗰度嘅檔口中午就會收，所以大家最好早啲去行。聖洲橋附近有一檔炒粿條嘅攤檔，炒粿條可以走蝦走肉，走蝦仲可以減1蚊添。炒粿條煙韌得嚟又唔會好油，味道啱啱好。聖洲橋係一條水上村落。兩邊有商店售賣手信同埋小食，行到盡頭可以見到海。同壁畫打完卡，我哋行去 W Life Cafe 食晏。
消防局嘅地下展出咗消防車同埋消防用具。餐廳採用自助嘅形式，喺出邊收銀處點餐，之後攞部機返埋位等攞餐。餐具同埋水都係自己喺收銀處隔離拎。部分嘅嘢食含有雞蛋、洋葱同埋堅果。煮食嘅菜式下邊有寫低所用到嘅食材。呢度嘅環境好大，裝修有歐洲花園嘅感覺。良野飯包含飯、海帶湯同埋4款小菜，有滷水蛋豆腐、素叉燒、酸辣菜同埋煮椰菜雲耳。滷水豆腐嘅味道都幾鹹。素叉燒外表香脆，有蜜糖嘅甜味。酸辣菜有幾款蔬菜，有椰菜、豆角同埋紅蘿蔔。本身以為海南雞飯係黃色嗰種飯，原來係欖菜炒飯。隔離嘅素雞係用腐皮包住啲素肉，仲有類似沙葛嘅食材。海南雞飯附上3款小菜，用舊式嘅3層飯壺裝住。賣相都幾特別，小菜有咖喱薯仔素肉、焗腐皮同埋煮椰菜雲耳。腐皮嘅表面有塊香葉，有黃薑粉嘅香味。火鍋可以揀飯或者麵，而湯底就可以揀藥材、海帶或者昆布。我哋揀咗海帶。火鍋仲有蔬菜拼盤同埋響鈴。白蘿蔔已經煮過，味道有啲辣。榴蓮雪糕好滑，有榴蓮嘅香味。W Life Cafe 向前行幾分鐘就會到良野博物館。博物館對面有間食良野菜嘅 cafe， 不過唔係素食，所以就唔同大家詳細介紹啦。Plant for Seed 係一間純素嘅日式餐廳，餐廳面積唔大，最好透過 WhatsApp book 定位。台面有個碟裝住壓縮毛巾，店員倒水之後會發大變成一條濕毛巾。壽司拼盤有7款壽司，炸酸蘿蔔卷物幾好食，出面淋咗沙律醬，入邊包住酸蘿蔔、青瓜同埋甘筍。拉麵嘅湯底有柚子嘅清香味，不過食到有少少辣味。拉麵質感彈牙，配菜有燒茄子、菇同埋粟米。沙律菜應該係用醋調過味，味道酸酸地。豆腐粒有照燒汁嘅甜味。今晚我哋買咗素漢堡包做宵夜，齋睇包裝完全唔覺得係路邊小店嘅出品，而且漢堡包嘅餡料好豐富。不過麵包拎到返酒店已經變腍，可能喺現場食會好啲。下一集我哋會帶大家搭纜車上升旗山，仲會同大家分享更多檳城嘅素食餐廳。咁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！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嘅影片 ，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like 同 share 呢條片俾更多朋友睇，仲有 follow埋我嘅 Instagram。